碳足跡 （carbon footprint） 係指個人、企業、組織或者產品喺生產同埋消費過程之中釋放到大氣中嘅溫室氣體，主要係二氧化碳嘅總量。因此，要減少我哋嘅碳足跡，我哋應該先了解自己大概嘅碳足跡係幾多，再從日常生活開始識別減低碳足跡嘅機會同埋優先順序。其實網絡上都有唔少碳足跡計算器，呢一啲計算器通常會提供一個簡單嘅界面，俾大家輸入相關嘅數據，輕易知道自己嘅碳足跡。減少碳足跡同埋實踐綠色消費係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嘅環保行動。透過日常生活嘅調整同埋消費選擇嘅改變，可以有效降低我哋對環境嘅衝擊。